係，大家好啊！而家入咗嚟葵涌工業區，前幾日你睇報紙都見到啦，就阿鄧成波沽出 Hotel Cozy 就賣咗9.5億華潤農地接手嘅。鄧成波家族咧買入嚟係2012年，即係13年前，用5.28億收購嘅，花咗6年時間咧，就由呢個嘅紅 A 嘅工業中心咧變成咗呢個嘅酒店嘅。咁合共入邊咧係583間嘅客房，即係平均每間客房作價係163萬啦。合共嘅建築面積加埋起嚟係292961平方尺。咁583間房嘅時候咧，咁你見到呢度 Hotel Cozy 望放環境先入咗嚟咧，呢個就係葵涌嘅工業區噶啦。咁過翻去嘅時候咧，呢個就夾正咧就係呢個青山公路啦，同埋呢個嘅葵涌道之間嘅。再過翻去嗰邊最近嘅港鐵站就講係葵興嘅港鐵站啦，但係呢度去邊都比較遠啲噶啦。但係勝在咧，即係叫做總樓面面積嘅時候，大件成接近3萬平方尺，每間客房嘅時候都只係低至163萬，算唔錯啦個價錢就。咁望望呢度，咁入邊啲相啊，所有啲裝飾啊都幾靚仔下嘅，唯一就係呢個叫做工廠區咯。咁但係至於今時今日改裝做呢個嘅學生宿舍，有價有市啊！所以做酒店又得，學生宿舍又得，面積又大。華潤農地大把錢，見到都高興。我係盛匯商報基金創辦李根興，多謝你先，拜拜。